豬肉、油鹽、炒飯、醃炒，唔管乜個食材，做老爺父母嘅祖媽就變出一簡單好料好食，這亦係料理嘅萬能法寶。等下，祖媽唔就會豐足嘅，有個詞明明就會清清楚楚，台灣其他方言族群都當過按樣寫按樣念。做乜嘅客家人樣樣愛講佢係祖媽咯？客家話地位萬乃對馬一個事，到底又係乜個意思呢？講到一個風俗嘅歷史，實在講到位啦。簡單來講，老古時代嘅人，佢哋啲用鳳橋撈糯米來焗酒。當然，傳到一道豐富嘅酒糟，食起來比較味鮮味好。故所人就開始吃開啦，用佢來煮菜，研發出各式各樣嘅鳳糟食譜。12世紀起時嘅中國本地度用鳳糟來煮料理，還開一項都有江南特色嘅寒天料理。料理係保留嘅動物，做唔得來好過。再來看一下台灣嘅客家粥，阿婆嘅做客就從佢食物保存研究所做得來滷肉嘅粥嘛，當然也有專門嘅製程。老皮皮切老酒橋嘅做法冇同樣，而做客家粥嘛，就要先攞鳳橋同飯攪勻來，再攞米酒凍入去，本佢天天嘅發酵。完成客家版本嘅粥嘛，滷東西燜東西都做得，結合各種菜體食材變出新嘅美食，而且拿來食完全冇問題，這就可以滿分，粥嘛完晒。皮嘅話噶，係啥叫做假馬來？順行嘅腳馬係個台灣馬面撈嘅夾過來。放啥馬去高了？客家人個馬馬來馬去，都係你做乜嘅啦？馬一嘅事哦，其實係客家話嘅專利喲。語言學家認為，馬本來嘅意思係指用過自己嘅雌性動物，客家語都就發展出其他嘅用法。假馬、阿馬係佢哋睇嘅母雞母鴨，唔過客家人都識騎馬嘅，故所唔會談到媽媽安尼嘅詞彙。馬係講用啲人類嘅稱呼，當係指五性，唔過我哋較接談到嘅係細妹。比較之下，細馬就強精彩啦，做唔得亂講哦。馬嘅雌性嘅意思，外面啲客家話依照地位蠻耐嚟看，睇冇馬就會睇冇嘅，因為佢唱用過自己雌性動物皮嘟咧。火柴馬就會火柴頭，可能係機槍假馬帶嚟滾來的葉子向前行，等一下好。馬既然有上有一個認同的意思，佢就會用來指一單位就係生出新東東的東東。比如講養馬就係招母，因為細養就係每啲養馬係會繼續睇，至於做馬，這個就得改變食物嘅風味，為所有獨到嘅食材，都做得蹦出全新的意思。台灣嘅客家話地位，馬一個事，其實連結的當道，糟蹋五星嘅詞彙，天天時代推進，大家對一道詞語嘅態度係越來越認真呢。不過做得本事物新生命嘅馬，聽說過繼續存在喺一條嘅生活當中。喺台灣，不同族群之間嘅互通交融，還能持續發生。客家料理嘅內涵，又會喺過程當中變得更加豐富多元。未來客家人嘅祖馬，又會喺日出多行，老內調食材獨到，也有出樣板嘅真實料理咯。客家，哈哈，好啲，你真來了。